来看北韩的官方媒体最近公布领导人金正恩视察军事建设的画面。北韩嘛头一届公开当个建造的8700吨级的核动力畅水艦哦，佮宣传讲这只畅水艦有核子攻击的能力。金正恩嘛批准军工厂现代化的草案，来展现强化国防的野心。 北韩头一届公开当咧研发制造8700吨核动力畅水艦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带伊的查某囝金珠爱亲身去造船抢船。画面中，这台合作战略核攻击畅水艦表面有喷乌豆红的彩，这是今年3月以来北韩第一届展示这台畅水艦的顶半边，互大家看。专家分析，这个畅水艦计划有安核武，未来拢会成做北韩海军现代化甲水下战略的核心动力。金正恩伫现场批评南韩伫美国支持之下。 照想摕到畅水艦的技术，严重侵害北韩的主权。为着加速武器升级，金正恩伫咧视察期间正式批准军工厂现代化甲自动化的草案。这项计划要放入去未来5年国家发展路线，要全面提升国防工业的生产效能，特别针对海军甲核武装备的制造能力进行技术升级。金正恩强调，推动军备现代化是面对南韩甲美国的军事威胁的时阵，为着保护国家主权甲领海，孤不离中的选择，嘛要求国内研发单位爱伫短时间内完成现代化的目标。金正恩视察弹药工厂的时阵，常常要求爱扩大生产飞弹甲炮弹，外界推测可能和对罗西亚的出口有关系。北韩已经派出15000位军人支援罗西亚侵略乌克兰的战争。金正恩已经多摆强调，必须要进行武器现代化，加强作战能力。除了核子畅水艦拼势咧做，兵种伫咧东部海峡嘛试射新型长程地对空飞弹。金正恩亲身在场监督，透过千里镜观测发射的状况。报道讲，这粒防空飞弹成功测试高空拉炸技术，精准破坏200公里外空中的目标，展现北韩长豆豆建构更较好防空的拉炸棒。面对着北韩一直来展示因军事的能力，互外界来关心，金正恩甲美国总统川普的传金会，伫明年敢有通举行咧？公司新闻，郑伟林编译。